俄罗斯伫咧昨嘛来空袭到乌克兰西部的城市，而且来发射到30多粒的飞弹来攻击到离波兰的边境只有25公里的军事基地。俄罗斯讲，因已经成功甲西方国家提供的武器甲毁掉，而且杀死超过180个外国的佣兵。也毋过，这个消息也未来证实。另外，乌克兰的官员指控着俄罗斯使用真济国家已经禁用的武器白磷弹。这种的白磷弹，若黏着皮肤是会烧甲入骨，是一种真残忍的武器。 大楼内底火烧甲真美，窗仔门路口嘛请乌烟，消防伫路口抓水，以后另外嘛赶来到现场，甲伤者赶出来。外基辅的伊尔平民众行伫咧桥，伫咧真远的所在，就会当听到枪声音。俄军13号拍乌克兰西部，造成严重死伤，嘛互战事愈来愈烈。Попередньо літаками з Саратова в Росії піднялись літаки. Здійснили удар на бойовому своєму курсі, не залітаючи на територію. Було випущено, за попередніми даними, більше 30. 俄羅斯講被拍運送武器烏克蘭的車隊，繼當港就攻擊30多粒飛彈內底一部分被烏克蘭拍掉，不過8粒飛彈去擊到烏克蘭西部上大軍事基地亞沃利夫，離隔壁個波蘭剛好25公里。It's in the past years that NATO allies have come to the space again, have come to this huge military complex to provide education, support, training. Even U.S. troops, as early as last fall, were here performing joint exercises with the Ukrainian military. 俄羅斯軍方講，這擺空襲成功毀掉真濟為西方國家提供的武器，嘛殺死180個外國阿兵哥。嘛唔知這個消息是有影還是假。不過俄軍特別站到北約大門口，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各一擺呼籲塞進航區。 І зараз я повторюю знову: якщо ви не закриєте наше небо, то це лише питання часу, коли російські ракети впадуть вже на вашу територію, на територію НАТО, на домівки громадян країн НАТО. 那伫咧各地发动攻击，乌克兰官员和警察嘛指控俄羅斯伫咧城內使用白磷彈甲因幫。白磷彈是用白磷來做的，那拄着官員就開導火。各國早就已經放棄這項殘忍的武器。雖然這項指控佫需要進一步查證，不過若是去證明俄軍就可能犯，佫再刑事犯於規約的戰爭罪和反人類罪。 Hello， 我是叶明。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